伫固定甲人狮团热情的表演，南区安平区议员候选人周丽珍竞选总部6号上午伫南区立新国小的对面正式成立，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坤、立委陈廷辉拢到场小听，并且为周丽珍来披挂彩带。大家搁爱斗邮票，所以讲哦，咱就邮一票丽珍，丽珍去迄个邮一票18岁公民。大家想办法，楼顶就楼骹，阿母就阿爸，大家一起来挺18，安尼好啊无？拜托大家。这个彩带啦，披上伊的金甲头，咱就要来证明咱的彩绘力量，要来继续来连任议员，周丽珍当选，周丽珍当选，周丽珍当选。竞选进程因为车祸造成倒骹骹盘受伤开刀，目前佫需要坐轮椅的周丽珍。伫父亲周明德甲翁婿的陪同，面对外界谣传甲中伤，周丽珍伫致辞时嘛不拿刀讲袂出话，叫要目屎流。伫遮尔危险的选情，我绝对袂用我家己的身体来冒险。11月26就要选举啊，剩最后的19天，剩最后的19天，我要拜托咱所有乡亲时代。做丽珍的回心，拜托转去来咱所有朋友斗邮票、斗催票，嘛拜托咱所有中国时代会当下家己的厝边隔壁，拜托一下。11月20真正剩最后的19天，丽珍真正足欢乐的。丽珍唔惊困难，我会继续拼，拜托大家。看到妈妈的唔甘，周丽珍的一对查某囝嘛特别上台献唱一首改编的儿歌，希望乡亲会用来小听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人就选择丽晶。南区安平区，一人就选周丽珍。阿爸大家一道家好，我是周丽珍的查某囝，真感谢有恁来听小甲照顾。我的妈咪真认真咧做工课，拜托继续让我妈咪加油鼓励，拜托拜托。现场除了固定甲人狮团的表演，另外还有红人帮的歌手许志豪嘛到场来演唱，为活动带入最高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